我哋先播片先。我哋先請組員介紹自己先。大家好，我是郑嘉璇。大家好，我是来自漢鼎書院的蕭景坤。大家好，我係嚟自創知中學嘅李浩庭。貴州作為一個千古省市，如果說隔壁家的桂林是山水甲天下的話，那麼貴州是山山甲天下。我們去任何地方幾乎都要坐車。而且呢，我們在那裡也領悟到了很多我們在課本上聽不見、看不見的歷史知識，而我們也可以相比起在課本上看一些枯燥的文字呢，我們親自體驗，正所謂讀萬里書不如行萬里路。在本次貴州科創旅中，我們參觀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遺址，這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1935年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危急關頭拯救了黨，拯救了紅軍，拯救了中國革命。通過實地探訪革命聖地，我們更深刻理解了革命先輩的奮鬥歷程，增強了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豪感。同時呢，我們也學習到了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的精神。遵義會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勇於自我革命、堅持真理的品格，激勵了我們在學習和科創中探索，也要勇於創新、勇於突破。咁我今次好榮幸啦，可以去到貴州嘅一個咁繁華嘅城市裏邊，咁我就體驗到佢當地嘅文化啦，同埋佢哋自己獨特嘅生活方式。咁咧，我仲喺嗰度參觀咗天眼啊，跟住苗族嗰啲咩，跟住仲參觀紅軍街。跟住咧，我覺得真係自己最深刻啦，就係我覺得個天眼係真係好，即係覺得中國人可以製造咁勁嘅一個可以直接通到宇宙嘅一個可以講設備咁樣係。咁我喺度多謝各位嘅老師同埋我嘅父母，可以俾我喺咁好嘅一次機會去嚟到貴州去參觀啊之類嘅，就咁交俾下一位同學分享。5講問答遊戲開始，請問你們覺得貴州哪裡最好玩？
说，没问题的。我不会叫你上台的，你直接说就行。OK， 我觉得最好玩那里呢，就是青苗古镇。那你想一下，我们在青苗古镇下边呢，不有个城墙吗？然后城墙下面不就有一个像长城的地方吗？不过它不是长，它是短城。短城对，所以呢，我呢就跟这位大哥哥一起呢走了上去，然后呢，我也理解到了，你花的时间越多，你看到风景就会越美好。而刚才你们在那个影片都有看到呢，我坐在那个屋子上面，然后呢，我坐在那里，然后我心想啊，这风景挺美的。结果呢，我下去找那个服务员问，服务员那屋子是啥？然后那服务员说厕所。之前那种就坐在厕所的上面看风景。不过这不阻碍我对贵州的热爱。贵州呢，山山夹天下，周围都是绿绿绿绿，青绿青绿青绿，浅绿浅绿浅绿，深绿深绿深绿，加上蓝蓝的天空。我也同时感悟到了一个这么贫穷的省可以变成如今繁华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強大的歷史。咁今日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位同學，佢有分享嘅，但係佢就因事未能出席。咁我哋都可以佢都錄咗一段少少嘅片，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大家好，今次可以參加到呢次多彩貴州咁。大家好，咁今次好開心參加咗一次多彩貴州咁喺呢次旅程裏邊咁，我都學到好多嘅，即係例如一個苗族嘅有文化啦，跟住仲有祖國依家唔同科技嘅呢一個進步咁樣，咁都好多謝主辦方俾我呢個機會可以參加，多謝大家好，咁今次好開心可以參加到呢次唔該晒。咁最後咧，我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嘅。咁我哋第八組都會見到啦，我哋第八組嘅組成咧都比較特別嘅。我哋由高年級嘅同學，我哋最高嘅可能去到中四、中五嘅同學仔，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半嘅學生咧係嚟自可能中一、中二嘅年級嘅，咁相對上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組成啦。咁所以大家都會見到咧，我哋呢一組可能成日都會比較歡樂一啲，因為可能佢哋食飯嘅時候大家都好正經咁食飯，咁但係我哋呢組嘅組員咧，佢哋可能就會食飯都唔知點解要猜包剪揼嘅喺度，即係可能我唔知佢哋玩緊啲咩遊戲啦。咁但係所以你會成日都見到我哋第八組咧係相對上會比較歡樂嘅。咁其實咧就好似啱啱 Anka 咁樣有提過啦，其實我哋都好感恩，即係貴州嘅天氣，因為我哋成日都聽到其他人或者導遊姐姐都有講話，貴州嘅天氣咧係天無3日晴啊。咁但係我哋6日5夜嘅活動當中咧，我哋其實係有5日咧，我哋都見到係陽光明媚嘅，所以我哋都好感恩有一個咁好嘅天氣同我哋一齊去參觀唔同嘅戶外嘅地方，就好似古寨啊呢啲地方。跟住另外咧，我就想分享少少有關於我自己喺呢個交流團入邊遇到嘅挑戰啊。因為就正如我啱啱所講，咁可能大嘅小朋友咧，相對上年齡比較細啦，或者佢哋嘅年齡分層會比較個 range 會比較大。咁所以咧，對於我都係第一次帶咁細嘅小朋友嘅。咁但係咧，成個過程我會形容為係又驚無險，即係可能有時候突然間起身，咁可能有人又原來未起身㗎喎，或者突然間有同學仔病咗，咁我哋即係都好感恩，可能成個過程入邊遇到唔同嘅問題啦，咁我哋都可以順利去解決問題，亦都能夠迎刃而解嘅。咁而喺成個 trip 入邊咧，我覺得自己最開心嘅咧係我感受到小朋友最純粹嘅快樂，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做嘅嘢可能係好無厘頭嘅，佢哋每一日起身未必可能會太知道嚟緊個行程會做啲乜嘢，或者佢哋可能未必會太在意今日我哋會學到啲乜嘢咧。咁但係其實佢哋係每一日都好享受個過程入邊，即係佢可能做每一個活動，佢都會全程去投入。即係可能做分享，佢哋未必知道要做啲咩分享，或者我應該要講咩，我好開心。咁你點解好開心咧？我成日都會問佢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過程佢哋未必做得最好，咁但係起碼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最後啦，我都想多謝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啦，去
組成呢個活動，呢個交流團，去等我哋可以因為呢個交流團而相聚，而互相認識，先至發生咗後邊一連串嘅事情。咁我都想多謝我 roommate 啦，第一組組長 Bonnie。我知道咧喺過程當中，因為我唔係老師嚟嘅，咁我知道 Bonnie 係老師啦，咁我有都會同佢分享一啲我遇到嘅問題。跟住 Bonnie 咧，因為佢老師嚟，佢專業嘅老師嚟㗎嘛，咁佢都會同我哋去分享話可以點樣解決，或者我應該要點樣做先至會比較理想咧。之後我亦都想多謝青少年發展聯會入邊其他嘅工作人員，即係好似阿 Res 啊、彭即係我哋。就好似我啱啱咁講，可能有同學仔病咗，點樣處理咧？我覺得工作人員同埋彭或者其他嘅導遊領隊，佢哋咧都功不可沒嘅，亦都係因為有佢哋喺度，所以我哋活動先至能夠可以順利進行，成個過程都係有驚無險。咁最後我都好感恩每一晚嘅活動啦，我哋會有一個分享會，我哋每日食完晚餐之後，我哋都會去講翻我哋嗰一日遇到啲咩問題，或者我哋有啲咩意見想提出嘅。咁即係好似小朋友可能會太熱啦，因為天氣，咁我哋就會可能問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啲汽水啊俾小朋友飲。咁結果喺之後嘅晚餐就的確可以安排到。咁我相信呢個對於大家嚟講咧都好開心，係真係可以透過一個會議入邊係真係實質去解決到問題嘅。咁所以最後啦，我都期望呢個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入邊嘅交流團啦，都可以繼續去舉行。咁希望咧今日我係第8組組長啦。咁雖然佢哋係組員，咁我期望喺之後嘅交流團入邊咧，各位組員都可以喺將來可能擔任更加重要嘅角色啦，可能可以做組長啊，或者其他嘅角色去將我哋青少年發展聯會嘅理念咧，可以繼續承傳落去嘅。咁我哋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先，多謝大家。